台南市东区综合国小今年的教师节真无同款，学校特别将校长室改装成为解忧诊疗所，并由校长洪荣进化身推拿达人，要来替辛苦教学的老师排解疲劳。今天刚好是教师节，那教师节已经很久没有放假哈。那我们针对这个活动啊，那也设计御手就是来帮老师舒压哈。那我今天会客串按摩师啊，来减轻啊一点点心意了哈，让老师能够解除释放他的压力。那另外我们也准备很特别的药师红茶，也是要让老师舒压。那我们刚刚在那个学生的活动里面呢，我们透过孔子的角色扮演，让孩子清楚的知道这个活动的由来那也让孩子打从心里面来从小有这个尊师重道的一个概念跟涵养。除了校长亲自替老师抓铃，学校嘛邀请到御守国医专业推拿师傅到场服务。同时，经颁发伫校内服务满10档以及20档的老师，金牌老师的奖牌，感谢因当年对着学生的用心教导，也让学生家己讲出对老师的感谢。祝老师教师节快乐！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